这个茶壶里面，我们会做一个小的滤网。这个滤网的功能就是把那个茶叶渣给它先挡下来，小的滤网我们叫高尔夫球。那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结构而已，可是它的功能很大。那现在比较高档的茶壶，我们都会做这个高尔夫球在上面，这个壶盖这个沿的地方有没有处理的很光滑？壶盖跟壶身的密合度，我们非常讲究。那很多人会不小心这个壶盖破掉，那要重新再做一个。像这种圆的还可以再做，那如果像这种不可能了，因为这个土是从这一块上面切下来的，我要再另外去切一个这个土来放回去，不可能，几率微乎其微。这样来给它速度给它放1天半，我就要把它完成，大概烧匀了差不多12个钟头就完成了的。那讲比较复杂的，那个可能就要1个礼拜，那个就是比较特殊一点的造型。这个是在我来讲，总会变改，给这种大小胖瘦的变，真的要做那个难度很高的这种比较有挑战性，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你要允许再失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水生，欢迎收看今天嘅暗香风化。台湾呢，看到嘅影片当中呢，都提講今天介紹嘛，今天介紹係傑出嘅客家子弟嗬，車鳳達車先生同佢嘅當獎嘅伴娘車太嫂馬美琪兩曬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了解苗栗嘅陶陶藝藝術佢哋做嘅創作品呢，非常嘅特別咯。先就介紹兩曬，介紹首先介紹係車太哥你好。no， 大家好，我係車鳳達，我啲苗栗來。哦，苗栗來都有，韓國謠行根本冇介紹到，應該講，我根本拖到我伴娘來到節目當中，馬美琪太嫂你好。主持人好，我係馬美琪。係兩曬當然從苗栗來到也我當好奇因台灣看到嘅影片當中啲都講，你做嘅係陶藝都用客家話講嘅飛嘅啦飛嘅做嘅陶藝。外形初見當中，看起來像個樹頭咁樣嗬。按樣板來講，按都規去做樹，用樹來雕刻都好嘅啊。用愛做到個樹頭也係講做個飛嘅創作品當道啊，嘛做啲商業化，係咪有一天特別嘅意義在內邊呢？睇嚟講，因為很普通，大概是泡茶來。用嘅茶壺誒，做嘅鋼面誒，攏鋼面嘅嘛，鋼面嘅做仲係幾種嘅線嚟，冇乜嘅變化，仲係大細啲，我就是想講，因為我教藝術嘅人，講我想你造型方面，本期一隻冇同樣嘅變化，啲泡茶啲杯，也有一個較有趣味。嗰種係就我設計安尼有樹嘅造型嘅茶壺主要泡茶較有安尼大自然嘅安尼感覺。
我先生以前吼，佢校种树嘅，佢种动都盆景。哦，一开始甲忙做茶壶嘅，甲佢迄搞盆景嘅，佢迄种树嘅，佢说佢对树木嘅造型，佢当有研究。系对。哦，哎因为以前种树的，对古时候伊下做出来的东西，拢老树的有营养。对对对，啊，我在想讲，太太想讲，我规起树头来做都好个啊，吼。啊，拢迄全部的系列拢迄树头。对，大部分来讲，太做袂做嘛？我要做我迄做人个种型的，人个伊种迄做嘛该？我迄做高的造型的，对。加造型无穷样，无穷样的造型。哦。其实行啊种啊。对。太祖头我讲，泰国迄种树的嘛，以前种树盆景嘛，吼盆景。啊嘛，毋过呢，听说迄伊开始迄学画画迄样。对，我迄教画图的老师，嘿。因为我迄学西画。啊，西画啦。对对。西洋画啦。对对对。嘿。那这个转变就很大啦。对。为什么会因为教西画？其实画图也是不错啊。对。也是艺术家，然后后来这个转折，然后会想去做，我就觉得那个心态的一个转变很大。22年前，台湾清流行搞茶壶的，台流来宜兴湖，啊，叫是要当空，要买当多，也毋过这种西毛人供养啊，供养啊就稍微欠，西毛的供养就稍微2、3，供养吼，啊，教伊包括以后就想讲，迄要用一家人念看啊。来吃做看啦，闽南本身有方艺术的吼，还有较好教，嗰个有时间啊，想讲来拿奶来吃年看啦，也行的吼，来吃变化看啦，唔好讲一直做泡用便宜的茶壶来泡，啊，有一件也没用人自家做的茶壶来吃看啦，所以你安尼，让我走茶先的。希望我台湾一次做高升的画图。我请问太叔，迄唔系通讲车太国是派到动刀摆，系咪？唔该歌唱当中，我唔知佢迄车太国的歌声，有啲人客人讲较硬服啊，拄到唔甘演熟啊。个歌唱当中是派动刀摆，唔来组织过嘛？无组织啦。其实要喊鼓励佢，但是我讲也歌唱吼，也一开始哦，因为奶的来源唔知倒奶，其实迄人拖了一团奶，一团奶即家都做研究，然后我安尼果汁机，因为奶要打匀来啊，果汁机就比打摕3台，微波炉比少摕1台，对。因为较较唔知有天油烧啊，其实香港即家来烧出看啦，其实拿微波炉来烧啊，系哦，烤。有几天迄微波炉有金属物这样做唔得嘛？跟奶嘛做得啦，要袂，所以就是2天冇得，没有，奶嘛没有，奶嘛会，因为它有倒空气，它里面有包覆到空气，其实说谁会给它包起来？那果汁机是因为搅不动才坏掉吗？对，因为要打奶啊。因为一团奶要打匀来啊。要打匀来，你要有辅助的比如当天才，比如像果汁机，反正果汁没可以打嘛。就像奶没应该可以打。就拿吃看啊，一台烧起来哦，系，尼奶又打唔同买加一台，听一台，要同样安尼打，咩烧快铁，打得3、4台啊，3台。你要就想办法去请可能奶给有专门做奶的工厂。安尼做专业的，能搞个专业的。有请到呀？有。专门做奶的工厂。对。佢搞本的时间都做在马上来。睇那个多年的呀。原来係安尼。迄像唔知完全唔知按樣辦做，
然后失败几多摆以后，才想到讲，哦，原来本来都是有也提供嘅材料嘅人嘛。对，古时也吼，后生嘅如果放奶嘅，验奶嘅呀，后生人吼，也当幸福嘅。嘿。因为也对，俺都主要来讲，奶都奶，以前俺都唔知啊。哦。啊，自家就后背自家青菜弄，过自己拿的研究，对。研究。人嗱同艺术唔同艺术嘅人係唔係攏嘅想法攏較跳脱係咪安尼？對，跳躍式思考吼。所以也係嘅創作品嘛係用跳躍式的創作，係咪安尼？對，較無共樣。較無共樣吼。你看到其實吼，台灣看到以後，我感覺吼，係有一點像是童話世界裡面看到那個森林的那個樹木的木頭。你的想法是不是當時也是這種創作？對，因為該木頭來講吼，樹木該跟某一天見係一種嘅樣啊。對，各種無共樣。各種都無共樣嘛。對。大自然的變化動態啊，對造型會動到。我要請問吼，按客人來講，其實吼，客人學藝術嘅人嘛冇講見多，阿爸阿媽攏係講香港人，應該愛做欣賞啦，愛做儀式啦，吼，啊無都愛做歷史啦，飛機史啦，一種嘅行業較多。該當時吼，樣板唔該學藝術嘅過程，阿爸阿媽唔會反對係咪？嘅過程係咪當辛苦呢？等下去休息一下，再過來講。好，爸爸媽媽吼，開百貨店也一模下做生意，也唔過佢對成人嘅教育當初從嚟5個姊妹。我說今日我家也出嚟3集歷史作，總算咯，唔可以幫我爸爸媽媽失望。歡迎觀眾朋友到進來暗巷風化嘅現場吼，頭下同蔡太哥太嫂吼講到幾啊條呢創作嘅藝術也嘅做會嘅吼，都陶藝也嘅陶藝吼，其實創作吼，攏要有當到自家嘅想法啦吼，無卡人嘅支持嘛，當重要。我想我請問蔡太哥頭下講到，唔該阿爸阿媽吼，係唔係當支持？從細漢都希望行嘅藝術一條路。對，因為台灣我爸爸我媽媽吼，開百貨店。百貨店。也一模下做生意吼，也唔過佢對成人嘅教育當初從，尤其藝術方面吼，雖然講我就學校嘅課業，唔係講聽名聽一名。也唔過我哋嘅藝術方面咧，吼，成人咧全部有興趣。嗰種我爸爸媽媽就講，在方面吼，最好提出要求，佢點幫我哋學。這種係阿婆就會有一些嘅話啦，吼，就講老人家因為講，阿婆嘅觀念較無共樣。對。因為佢顏色較太，佢農業社會嘅。對。其中因為講，你就認真讀書咗啊，你變按到花花草草咗嘛，學鋼琴，學畫圖，嗰種事情因為講，唔會彈鋼琴喎。我妹妹，嗬，嗰種事情因為講學畫圖，畫家冇咁多錢來食飯咧，有樣哦，對，嗰種事情講，對，其中因為講，學全多，一樣樣嘅，因我爸爸係你幫我哋學，我5個姊妹，嗰時候今日我家也出嚟3集歷史作，
李思忠，嘛该李思忠，也30个嘛该李思忠，啥去发展委员会的李思忠？没有，发展协会的李思忠没有。没。嘿，有书法、下台诗、书法诗，个啊陶艺的，陶艺的，对，陶艺的李思忠应该都会念啊。然后讲啊妹妹啦，嘿，个韩语长啊，韩语长龙妹妹嘿，迄嘛该李思忠。佢迄补的拼补遐方面的哦，拼补。对，就讲终身哦，唔可以帮啊爸爸妈妈失望。嘿，也都有大细吼，第三比方也唔会讲无深秋吼，嘿啦，有时咧至少佢头摆本来就选择的路吼，唔会差。唔会差吼，对要提供该种的环境，对，安然也就准备复读艺术行业条路吼。对。我想讲吼，我较想要了解啦吼，也就量啥迄样办术士的，迄因为，然后讲到样办术士，泰国啊，不安尼，咁么可能也是因缘际会，系咪？对啦。嘿，迄样办术士，也会样办对口，有朋友介绍，也是媒妁之言嘛。不是吧？对，简单介绍啦，简单介绍哦，朋友共同的朋友哦，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朋友，嘿，对，介绍以后呢，因为当时唔系学艺术，量啥可能考虑到兴趣穷养长穷下下。讲是说，人讲的啊，难得面上讲的，是啊，冇人做像无形样的吼，爬得上去，系哦，哦，也有一段很有趣的哈，伊人来求婚啊，伊讲啊，迄无答应佢的话，哈，佢要去那个庙法源寺做和尚诶，有样哦，出家哦，对，结果后来啊，人伫个法源寺迄尼姑庵，伊骗你啦，对，伊摕我只干嘛讲冲补品，冲补品念天天，对，可见哦，两啥感情应该当好做嘛，对，唔会差啦吼，因为也着共同的议题，因为都学艺术，所以两个人谈话的议题应该都是，有很多谈不完的话嘛。对，什么？对，上线啊，每个人啊，作品彼此看啦。做伙章来共同讨论哦，也只作品完成的作品啊，完成的作品啊，将来讨论讲哦，也个作品，也可以。改善嘛，要变较好对。对，也要较高，也较超，可以还有那个。再回过头来谈一谈，台湾恰太狗就讲佢学该画画，而且曾经收很多的学生，是不是？对，因为讲是我到啲庙里吼，我庙里师有一个教室，后龙也有，哦，铜锣也有，可以按台。嗰种讲是。我都成班较单纯，就上课教学生的，也就4年嘞，我教了有20-30年了吼。本来因为讲也就4年，真的没有你咧4年嘞，较单纯，无咁复杂，也较容易教。像俺叫我有我头摆的学生诶。我转来请来了，佢哋全部做好台啊，今日全部作品转来，有得做头部嘅，有得做阿爸妹嘅，4年有学转来，教我马老师教，佢哋2台去。所以我打断吼排泄哦，太守系负责搞画图的部分。对。对，因为有第2代回来要找你了。那你想，对不起，我谢老师现在不画图，我现在专心来创作茶壶，懂吗？真的很好呢。一个负责还是在传承。你讲听我讲到，最多的时间有快3个班咯。对，30地方有教室。30地方，该学生嘅加起来有几多人？200人200人啥？佢根本係學教嘛。小學20年前啊，20年前，20年前600人啥呢？對，
跟董模汉。哎呦，哎呀，那为什么不继续办？现在如果办到现在，有两千人啥？到其主个啊，其主阮个搞头呀，哦，搞奶呀，对。可是这样收入其实相对可能之前会更好哦，对不对？对会不会？差不多了。差不多。之后我呀，画室的工作啊，就交问我太太，交问我老母，我注意。接陶艺协会理事长对服务人群啊哈，有时候有时嘛没讲金赚钱，错冇？有时夫妇沙皮，夫妇沙飞，嘛系一种快乐的事情嘛。对。谢老师甲他说服我讲，我去接陶艺协会理事长，甲他，其有的人啊讲，伊讲，人生啊哈，每一个阶段啊哈，有不同的规划。无同样的规划，好，其他人来讲，我30岁到40岁，我迄要搞挖土，搞生意呢，搞生意呢，嘿，表面的赚钱，搞生意的挖土哈，啊，40岁到50岁，我安尼，为社会做一些，做一些事情。其中我成立陶艺协会。哦，对。太少嘛，有得搞嘅陶艺嘅部分吼，休息期喺等下来看，要铺嘅阳台，来看，样板教學生嘅，平常時也學生嘅喺樣板同老師欣賞之間來互通，好冇？休息期後再來看。我嘅係讀文創研究所。哦。佢係專攻陶艺方面。哦，对，真的是受到耳濡目染嘞。对，我来也做给雕塑组。雕塑，都一样嘛。对，你们全家都是艺术家。我想都在啦，暗乡风化嘅现场吼，台湾从车太高吼，太数吼，拢有讲到哇，有样吼，两公婆同好，迄感情一天你侬我侬哦，二傻情多。人嘛看到讲，一下他讲太数吼，嘛要传承到太高期嘅陶艺嘅部分吼，一下韩国有教学生嘅哦，来看嘅教学生嘅情形。记得吧，一半我们要先做肚子的部分哦，身体的部分，你的身体的部分哦。搓泥球，很难搓。把它压扁来，不要用锤的，从中间，小胖弟从中间往外面压，要不然等一下你的外缘是薄的，然后中间是厚的，中间对。哦，那这边你要把它鼓起来哦。然后刚刚老师不是有给你那个竹签吗？你再来画那个鱼鳍上面的纹。好了。对，然后你就可以画上面那一只手这样躺着，对，这样，然后一直把，对，不要吃太深哦，对。鱼鳞要很有耐心的，一片一片的去捏它。好吗，老师？可以开始。哇！台湾看到嘅影片当中哦，当到生意的吼，跟元帅拢同时吼，拢喺土鸡骨烧，烧福建嘛吼。幼稚园没有。而且都是在玩泥土，真的很好。现在很多小朋友，你让他玩泥土哦，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所从压案的树嘅學生嘅要幾度要230冇？冇啦，压勺子啊。勺子畫。對，勺子畫。幾啥油吧？有啦。有啦。你媽唔可以擺呢？係要50啥。50對。你當到嘅啊！伊逐年攏要辦，也係講伊禮拜開幾多日嚟辦？當日都有。當日都有。對，6日了了。
哦，6日。1到5。哎。啊，6日也两公婆去过哎，对啦，对，今日丢了。哦。母亲节。啊，母亲节吼，身体重要，错无？对。我听我同车太哥讲吼，你休息的时节，车太哥讲，身体最重要。哦，钱穿係愛穿啦，身體最重要，因為身體有健康嘅身體，唔愛上愛了，愛食乜嘅東西，愛享受乜嘅，愛看天陽，愛去休閒，愛去旅遊，當然嘅健康身體最好嘛，對，係啊，你也上開嘅，上開，上開53都來，哦，就穿係哦。13嘛做對啦，冇要緊，因為為咗藝術嘅風險嘛，所以太數台灣嘛要講啊，講40到50都開始愛奉獻社會，對，也係做現任嘅理事長係，也係做幾多年，冇嚟見下卸任嘅，卸任嘅，係，做得理事長都做得做幾多年嘛？做4年2任。4年連續2任而已啦，吼。對。可以再空一屆，然後再選嘛？可以，今日做顧問咧。也做顧問。我去到第一線來。因為顧問嘅層級更加高，還哪高？好冇？冇啦。冇啦，唔是排泄啦，梗有樣啊！我做到顧問，搶眼聘人都咪請我做顧問啦，係啊！我做顧問可能咪固定咪悶。唔曉幫聘人來問，對啦，也條有幾多嘅聲音咧？即係藝量嘅聲音咧，冇嘢切夾大，來寫，冇嘢係讀文創研究所，佢係專攻陶藝方面，對。真的是受到耳濡目染嘞。對。我來做給雕塑組。雕塑，都一樣嘛。對。你們全家都是藝術家，真的不容易呢。迄也着兩公婆鼓勵佢也着，也係或者係講佢也着出家講，阿爸阿媽，我馬上愛學藝術，行藝術一條路，因為行藝術有時。係當孤單、很孤獨的，對，好冇？唔要嚟安尼講冇？冇講是從阿妹，我從細就一嚟比畫圖，一嚟彈鋼琴，到誒國中以後，人就問佢啊，給你有一個選擇，你較好哪一方面呢？佢咁嘅畫圖，畫圖嗰方面。從細就聽我畫圖啊，我學生係按到，佢咪好就畢業，大堂高就上，嗰個佢對啊畫圖，佢有嘅嗰種天分咯，基因有安尼基因。像環境當重要啦，佢可能從小耳濡目染，當年做好一就畢業來，那個上亞的畫圖。上課家學生啊，全部上一就畢業，基本上好一就畢業啊。對，環境很重要。同講阿爸阿媽，我這就畢業係我專屬嘅哦，專用嘅，錯冇係咪啊？對對。特堂課都上哦。都愛上。係啊。嗰種時期嘅表現要比其他嘅同班同學更加好啦。冇重要。係，因為唔會時代下來搞幾下條冇。冇哦，冇中央嚟上啊。中央嚟上係啊。你傳承唔到，也得有個天分嘛。可能都環境啊，有環境哦，也學乜嘅東西，學些乜嘅東西都會安尼。要個環境，安尼學嘅時間，從學嘅語言，買咗要從我以前語言吼，我冇乜嘅曉講，去到美國讀書去啊，讀研究所，嗰2年以後，語言都當唔會講嘅。對。要那個環境。對。以後要佢也要講，按樣辦規劃佢也要嘅這個職業發展嘛，要同也要討論嘛。有啦，就講到面向當研究所啊，做同喺度討論講啦，講以後行那條路讓佢發展，對佢來講。較有出路，因為這種時間5、6年前，
台湾做文创，青年门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现在讲的专业学校，咱来土家文创研究所，因为我做文创这样是伫通化街，其实通化街来讲，它本身就係一個清代的一個文創產業，通化街，錯，叫做無中生有，變出來嘅。錯，油桐花以前沿行人吼，攏咪講啊，cái油桐枝跌下來以後去染油桐枝，張去賣也講自家來做工廠給打那個油啦，擠那個油桐油出來。可是呢，現在油桐花有了油桐花以後大家來發展文創，油桐花布啦，油桐花嘅相關的產品，像個畢業嘛，做得用油桐花來做，對，這個文創，這個就是文創的魅力，而且文創是未來整個產業發展一個重點呢。對。我感覺吼，伊用啥伊聽，唔止係環境去影響到個伢啦伢妹，應該係因為佢哋嘛有看到嗅覺到未來的發展，對，因為安尼做唔得脫節，做唔得脫節，就講學教學嘅，同以後用嘅，當然做嘢嘅人盡量就講，可以學以致用，還可以。手肯可以同學嘅貢獻出來，叫做親好。嗰一套啊，也係傳統產業。你聽有後生人來食，我就也後來推廣嘅。當後生啦。我哋後來也想推廣嘅就是本後生人來慢慢地來食。來接棒，對，有那個傳承的意味，對，冇呀，後生人冇人要做安尼呀，有樣其實我哋咪係要鼓勵家的後生人來做安尼，對。亞龍太守真正的整個技藝是不是都傳承了給大嫂？後生人沒有啦，沒有。子女啊，我哋個子女沒有傳承俾。沒有學到啦，對。不過平常時負責含係太守唔來負責啦，對，他們都產。包含到對外啦、對內啦，全部都是他。因為佢公關組嘅。公關組嘅。公關組的。公關組啊，錯啊！你以前做理事長的時間，佢都做公關嗎？冇，佢負責畫室。而家就講我嗬，一道西都一道西，我做馬條路，一道西都一道西，我要做馬條路。然後佢就老畫室講，畫室搞不啦我組一個陶藝協會我也要動無限，還是做計劃啊、寫計劃書就做檔案，對畫室的事情佢都冇幹。其實我哋講，太守泰國佢嘅想法係傳承，其實他那是真的是重責大任呢。他不是想莫提講攏本人講公關組都本，其實他那個重責大任社會責任，人家講謝殺呢社會責任才是重要的，而且現在就是一個傳承。那傳承的部分呢，當到家長攏講想講，我這個係社會吼，有個機會嘛，愛為學看啊，呀細人呢都帶愛樣板為學習，有乜個好嘅方法麼？等下吼休息以後再唱泰國。太守同人介紹好冇？因為我相信今日當到嘅觀眾朋友看過以後，攏當想愛出間有社會時節，乃叫幾多些來送過去學比較較妥當。休息以後再來講。唔單止我同意協會，我還同其他嘅社區天數，聽無限嘅，不過健康，人講嘅。啲健康方面冇注意到，過勞就會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哦。對。歡迎大家都進來暗鄉風法讀到車太哥、車太嫂感覺
亲像迄出家嘅不卡人形样吼，因为吼家头做的分享到出家真心拿出来，本大家看。哦，我觉得人的那个真很重要。哦，像人听我讲到，也吼，我相信吼，天师记头前嘅观众朋友大家看过以后，一定想讲，哦，我嘅那孙呢吼，也系讲我嘅小学细汉汉盲读国小，或者係講幼稚園啦，吼，或者係講讀國小國中，上愛送去車太國太數改編來學習嘅土語，吼，教嘅會嘅，到底係唔係廿個年歲部分樣板來送去較好呢？哦，我嘅學生嘅哦，40歲就可以來，40歲就可以來教，係。我哋課程嘅安排吼，就係本身嘅人吼，數、老木族嘅協調，又可以數又可以手部嘅運動，然後木族又可以訓練佢專注力，對，我課程嘅安排係安尼。然後能夠讓他因為這樣而去專心學習他的專心的培養，對，那個專注力，對，然後所以4歲開始學就可以了。對，大部分來講，我學生40歲啊，40歲到幾多歲？最大到幾多歲？佢哋還有80、90歲阿公阿媽。安尼某一天係後生人都出來吼。按叫我哋特別會以三期啲輩吼。教一啲阿公阿婆，嗰陣真係都蠻有多成就感。佢都捏出來嘅東西，咁做得看。當然，有樣哦。越教越好教。係啊。當認真，顛倒吼，阿公阿婆行較認真好。佢有講後生啊吼，冇時間啊吼，後生個存錢啊，冇時間吼，安尼教安尼來吼，老嘅將來學人來。他那懂神奇。那後生嘅時間攏買得教奶啊，種田沒教奶。冇咁樣。因為佢有溫飯食咧，佢係教奶有溫飯食。像我媽做教過奶呢，我細漢時間啊，讀國小嘅時間都愛嘅田鄉。係啊，插布嘅啊，種田啊。上禮拜月咧阿婆哋講，佢講頭擺嘅。啲田塢教奶，我本家未媽，因為唔土倒台，你教奶，壯牛嘅話咪做唔得教奶，做壯牛啊，教奶冇分時嘛，冇分時唔錯，該當時有奶在旁邊，冇法度去教，冇上去教，也好，到係退休以後，就原來按好教，按神奇，係有樣咧吼。安尼嘛當好，又可以造福人群，又可以讓年輕的學子去專注，他的那個專注力。可是我哋車太高，也喺過程當中當辛苦。我相信太數乜經歷過，也乜擔心過，因為聽講車太高，在因為當辛苦嘅工作以後，曾經讀到講，這個好像。要是不小心，可能就跟我們 say 拜拜了。也喺高場很樣辦。唔單止我同意協會，我還同其他嘅社區天數，嗰種係變攏我當到計劃啊，我啲嘅規劃，就講同我哋朋友天數，嗰陣時就講聽無限嘅，不過健康真的是人講嘅。啲健康方面冇注意到，過勞就會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哦，對，太熱心，你是真的地方好人。我決定幫你推薦當那個參選好人好事代表。然後是特別話，該當時唔讀到嘅時間，太數唔要緊張嘛。講哎呦，我嘅好老公，我那冇聽我樣辦。加董少。該過場樣辦。你回想一下，有沒有讓你很擔心？當然很擔心。當時哦，先生講吼，宿舍啦吼，機會佔25%天。按大哦。對，然後人就當擔心求先生講吼，拜託佢喺社會嘅經驗，拜託我救佢哦。對，那還好，讀到嘅好先生。來救轉來。
纠正哦。其实我讲太少太过，唔是迄拄到好欣赏，係因为人家都拢做好事，错冇？像后上时节，懂感恩，一直做好事嘛。其实人家说善有善报啊，真的。其实做事情，我们做善根，有心存善念吼，做好事，帮忙。像泰国你看，做发展协，那个陶艺协会理事长，也吼身体最重要，因为俺感觉跳操，对，吼，错冇？平常时吃东西要吃动多，也吃动少。某个应该是西餐。西餐。对。那量呢？会动多吗？少量多餐啊。少量多餐，身体状况也有保持好嘛？是的，做的，了的。哦，有乜嘅願景想講以後有乜嘅計劃冇？因為也吼喺傳承以外，乜有講當到嘅理想，從成立嘅協會以後，其實也協會有正常運作冇？有。嘿。因為安尼啦。也做產業一條路吼。行落去以後，人總係想講，最近也種咗2-3年忙年。伊咧做古道路嘅，路嘅就係。古道路嘅係。路嘅就係路嘅做土嘅師傅。因為都老師傅佢比啊，沒有呢啲投資嘅產業。佢辛苦做嘅幾生意。也唔過佢出家嘅子女，因他家人唔會包裝出家。嘿，有樣咧。佢也冇想到講，我比到我出家，我做乜嘅資料。全部。嗰種我就想講，我喺同下 VP 嘅總幹咯，佢哋反映過就講，我企界來記錄下來，看你資本嘅記錄，也係錄樣，好影像嘅記錄起來，因為我前講就講，唔好多人嘅告別式，將來叫我冇做，錯，叫冇。人哋限財㗎，人都本佢哋尊重。嗰個也做我一出電影咪點就講老嘅，我估到來。第二就今日我前台嘅重點做後生人。因為傳承嚟講，傳統嘅產業嗬，投資嘅產業，人哋講轉型。當現實的問題，唔係講政府講嘅轉型，產業就可以聽到。錯有樣。有啲清基本，產業清基本地方，能讓佢培養嘅後生人。我培養嘅後生人，替我本後生人機會。錯。一個本後生人機會嘅一個平台。因為我哋長期去到鐵線，啲個大病嘅人，我哋啲一個產業嘅資源進來，做社區中心找嘅資源進來，我用嘅其他嘅資源，我本嘅都後生人啲，嗰度也有資源唔係我嘅，唔係我太太嘅。妹妹啊，子女嘅，佢係隻公有財，係屬於他家人嘅，一種我家講嘅社會責任。因為我希望佢啊後生人冇這個將我哋頭髮長到頭髮面白。有樣呢，你啊條頭髮嘅高層行過來高層哦，我感覺係無人幫忙，無人提供相關嘅。資料、相關嘅消息、相關嘅資源、相關嘅金錢，攏冇。對，嗰度我就希望講，今日後生人唔好就，因為佢張出社會，佢不管佢手業也好，廠業也好，人哋盡量嘅本佢機會，政府當到資源，雖然講唔係多，也唔過。價咁好，仲未冇啊！泰國人講樣我都想過，
因为讲有乜嘅好嘅方式，做啲本人嘅老嘅吼傳承嘅保存下來，吼後生人呢做啲傳承下去，生生不息安尼。有乜嘅想法冇？我感覺嘅想法當好啊，聽我講到係大的方向，但是實際愛來去炒作嘅時間，愛用辦來做比較較好。像係咩文化部也係文化部嘛，文化部有經費嘛。以前的文建會嘛，還有客委會，人講人家客家莊都帶去樣辦做，有出家嘅想法，乜做啲本人嘅政府嘅相關嘅機關嘅狀幹吼，大家都了解參考嘛，好冇？咪安尼啦吼，因為都老嘅師傅來講，佢對啊當就講美學嘅專業訓練還沒有，佢冇，也唔過。專業嘅技術當橋，佢點樣去做？我同老嘅傳統嘅呢種更加新嘅後生人嘅嗰種觀念，呢度新嘅學生嘅後生人天馬行空，佢種感想，嗰個更加網絡嘅資訊當道，嗰種畫圖也好，設計也好，也係更加後生人嘅強項。我同樣後生人來出來，不過我就今日啲苗栗有隻苗栗會議嘅工作坊，呢個計劃真係當好，就講我今樣嘅想辦法同後生人來做苗栗，同佢好嘅貢獻進來，安尼苗栗客家莊真有希望啊！你冇吧？一啲後生人喺呢啲台北、台中。佢祖孫，佢想去賺，佢仲去擺6、擺2年。也係重點，也係車太過吼，講到嘅重點來講，政府吼應該想講，讓辦讓也係後生人轉去嘅原來嘅故鄉，來留在故鄉，叫工作機會，佢做啲賺錢，佢做啲小家庭。安尼吼，將會對地方嘅發展越來越好啦。安那講，大家攏為咗賺錢啊，像我嘛係啊，我當上愛做你南投啊，譬我無卡人啊，唔過我無法度我賺錢啊，為咗都市啊，我只好留在台北。也都係縣政府相關單位吼，應該要好好來想吼，讓辦到後生人佢來到轉去個故鄉，安尼相信呢，國體呢有產業嘅特色。像苗栗有文創嘅特色，嘅廢嘢，以後嘅產業都會發展會越來越好。誘因啊，實在當好，我當感動啦吼。唔過時間嘅關係啊，也啱無法度個繼續講。唔過希望吼，相關嘅單位嘅總管做得談清楚哦，多啲了解，好好參考，相關啊。都大應用辦做，做啲大學本嘅製作單位吼來了解，同其他個來搶購嘛係唔可以擺嘅方式吼。感謝各位收看今日暗鄉風化，嘅時間到誒，感謝車太個太叔同人講安道吼，當好寶貴嘅意見，感謝大家，下次見，謝謝，謝謝，謝謝，辛苦了，好辛苦了，謝謝，謝謝。